3日了，我这绝世神兵终于打造出来了。狗皇帝，我让你拿了我的肚子公主！少爷，我们真的要造反？造！凭什么不造？自这女帝登基以来，婚照频出，你家少爷我辛辛苦苦打造的商业帝国，差点又让他给我整得支离破碎。今天早上商会传来消息，又他妈赔了10万2白银。我穿越这么多年了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我现在要是再不反抗，我就得让这女帝给我搞死。可是少爷，造反光靠武器没用啊，你还需要大量的人才，你去哪找？人才，少爷，五姑娘求见。人才，这不就来了吗？陛下，您今天真打算和赵彻摊牌啊？当今大楚，摄政王宁无敌独揽朝政，朕虽为皇帝，却与傀儡无异。要想铲除你，必须拉拢人才，暗中积蓄力量。而赵彻此人思想超前，有经世之才，可为臂膀。可若是赵彻不投靠陛下，这可怎么办？那很简单，把他手脚打断，再把他父母抓进天牢，看他敢不为陛下效力。住口！真诚才是必杀技。这些时日，朕故意在赵彻面前展露胸中抱负，多有谈及治国经略，相信已完全折服这位乡野之才。届时再辅以高官厚禄，娇妻美眷，朕不怕他不答应。陛下，你要和赵彻联姻，这何德何能啊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不仅如此，朕今日特意着龙袍前来，诚意十足。朕很好奇，待会赵彻知道朕的真实身份之后，会是什么反应？吴云雪，吴云雪，我可终于把你给盼来了，我等你等的花儿都谢了。哎呦，赤脚相迎，倒是不枉费陛下三顾茅庐的一番心意。恭喜陛下，喜得良才。这就是帝王心术吗？果然可怕。哎呦！哎，吴云雪，你今天来的正好，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哦，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那你先说，你先说。你先说。哎，你先说。那行，那我先说。放心，无论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答应。吴云雪，一起造反吧！啊？怎么样啊，吴云雪？有没有考虑清楚，要不要入伙？你当真要造反？对啊。赵彻，你可知造反是灭九族的大罪？你怎敢大逆不道？这话要是传入陛下的耳中，你是断无活路的。所以呀，我们更要在女帝得到消息之前打入皇宫，生擒女帝。赵彻，你明明有一身才华，为何不选择报效朝廷，而是要造反？这女帝昏聩无能，根本就不值得投降。国家在她手里，迟早有一天让她拜见。这皇位倒不如……你胡说八道！女帝自登基以来，励精图治，勤于朝政，何尝昏聩之说呀？她重农抑商，近海所活，还不悔过？有何不妥？农业才是国之根本，而商人只会投机取巧。这么做难道错了吗？错，大错特错！商人勾连南北，推广文化，促进融合是稳定国运，何错之有啊？女帝硬是把我们这些商人逼得无路可走，这还不是蠢吗？我不造他的反，我造谁的反？原来是官逼民反。可我也听说，这并不全是女帝的问题啊。当今大楚，摄政王宁无敌把持朝政，蒙蔽圣体，很多事情是……女帝她也是身不由己啊。不错，赵彻，你既有一身才华，就应该投效女帝，扫清奸佞，成就一番霸业，怎敢大逆不道，轻言造反？你就不怕被诛九族啊？你懂什么？你懂？我告诉你，女帝那纯是为了糊弄百姓放出来的假消息。摄政王和女帝早就是蛇鼠一窝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们通通都该死！混账！对，混账，极其的混账！吴云雪，只要你答应入伙，咱们现在就杀进皇城，生擒女帝，怎么样？这么说，这反
你是非造不可了。那怎么着？我说了那么半天，白说了呗？龙袍我都造好了，你说呢？这是龙袍。赵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知不知道私自制造龙袍，那等同于谋反，是死罪。是我没说清楚，还是你没听清楚？啊，我赵彻就是要造反！这些都是什么？你说这些，这些就是我为了对付女帝特地打造的兵器。啊？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此物名为众生平等加特林，6管齐发，一息3600转，枪响多地。就算是女帝她有千军万马，那也是抵挡。再来看这个，这个名为追魂夺命巴雷特，千里之外取敌将首级用探取。这是什么武器啊？你说这个呀，这个它叫毒气弹。哎，你别看它小啊，就这么小小的一颗，就可以让方圆百里寸草不生。这么厉害呢？要是放几颗在皇城的水井里，那岂不是不用打就赢啦？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，小何姑娘，无论如何，请你务必要加入我的队伍。胡云雪，怎么样？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可是把我的全部底牌全投给你了啊，这还不够诚意？赵彻，你和女帝之间当真没有缓和的余地了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如果女帝愿意当面跟你解释清楚呢？他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告诉你，他最好在皇宫里老老实实的给我待着，等着我打过去。我打他的小屁屁，他但凡要是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一定将他抽筋、扒皮、凿骨、吸髓。我就这么跟你说，我跟女帝那属于是独共戴天。哦，好你个武云雪啊，犹犹豫豫不想答应，原来赵彻，这，你听我解释，好啊，龙袍都穿身上，你还说你不想造反？啊什么啊？你早说不就好了吗？我呢虽然是想造反，但是我也是迫于女帝的压迫。这样，你只要是入伙跟我一起造反，事后我们一起平分天下，怎么样？连天下都愿意平分，看来赵彻并不是为了荣华富贵，只是被你无敌的政令逼到了走投无路。朕只要好好劝劝他，想必一定可以让他迷途知返。怎么样啊？我够大方了吧？赵彻，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但我是不会跟你造反的。你不造反，你学我穿龙袍干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，一介商贾都知道密谋造反，可见朝廷动荡，江山不稳，天下群雄蠢蠢欲动。那不正好吗？何该我家少爷当皇帝？一窝乱臣贼子！正所谓枪打出头鸟，现在造反势必会被群起而攻之。为今之计，只有积蓄实力，广结盟友，然后静待时机。结盟，说的没错。所谓广积粮，缓称王，才是王道。那就听你的，我先让这个狗皇帝先多活几天。总算稳住他了。朕看的没错，赵彻确实是个人才，只是他和朕之间的误会颇深，难不成？哎，吴云雪，我没看错你，你是个人才。之前是我太着急了，考虑都不够充分。你知道就好，敢和朝廷作对，就算你有这些武器，那几条命都不够你死的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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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！朝廷派人把咱夫人们都抓起来了，
说是女帝下就要抄咱们家了。抄我家啊！女帝，你这不欺人太甚了！少爷，这可怎么办？凉拌。老虎不发威，拿我当病猫呢是吧？好家伙，干定！去！怎么回事？这什么时候派人去抄赵彻家了？肯定是那摄政王干。此举不仅可以败坏陛下的名声，还有机会敛财，趁机削弱陛下的势力，可谓是一箭三雕。该死！朕好不容易才安抚住赵彻，打消造反之心，殷无敌居然敢会朕的事儿！陛下，我看赵策造反之事蓄谋已久，不如我就把他……不行，姐不说赵彻的才华，仅是得到这些武器，朕又何惧他宁无敌？我们走。朕这次说什么要保下赵彻，和他讲清楚事情的缘由，让他迷途知返。女帝又去了云州，算上这一次，已经是第3次了。看来女帝是铁了心要招揽赵彻那个富商，跟本王作对了。一个商贾能掀起什么风浪？爹，您放心，我已经任命王普为钦差，将那赵彻抄家带回京都受审。女帝这一次什么也得不到。做得不错，不过还不够，让王伯爷去一趟。爹，您的意思？云州突然爆发匪患，当地官兵奋力抵抗，但却于事无补。赵家满门被灭，无一生还。女帝私访云州，不幸罹难。明白了，孩儿这就去办。这大厨是时候该换个天了。快快快，麻溜点！赵府的金银统统搬走，一件都不能留！我去你大的！我他妈看今天谁敢抄我家，还不快点他妈给我放下！好大的胆子！你敢袭击官差？素全，你加入朝廷了？当然了，这年头当差才是王道，难道像你不成？天天喊着造，这朝廷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够对抗的吗？啊！你可以少爷的表弟呀，而且当初明明是你狂妄自大，得罪了朝廷官员，少爷不得已才和朝廷作对，不然少爷的生意怎么会受这样的打压？那是他傻，明明有那么多办法，偏偏选择跟朝廷作对，会有好下场吗？他之前要是乖乖交上全部财产，我能在县衙遭那么多罪？所以呢，为了攀附朝廷，带人无缘无故的抄我家，不需要无故。朝廷现在怀疑你赵彻使用不正当手段敛财，欺压百姓，罪孽深重。今日奉旨抄家，胆敢残杀无赦！还有，实话告诉你，我这个捕快之位，就是靠着早上劫掠你商行10万两银子换来的。而且，钦差大人答应我，只要我办好这趟差事，就许我京城当官。这么说，朝廷是不打算放过我了呗？怕了就乖乖交出家财，或许还能留你一条小命儿。赵彻，你要冷静啊！朝廷不会无缘无故欺压百姓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还能有什么误会？朝廷一直贪图少爷的家财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现在连赵全这种小人都收买了。废话少说，要是识趣儿，最多损失一些家财。哎呀，这家伙胆敢反抗，当众造反，丢的就是命啊！朝廷无道，视法度于无物，欺压百姓，视人命如草芥。我今天要是放你们离开，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百姓造你们的毒。怎么还敢动手不成啊？我有圣旨在手，你敢动我，
整个大楚再无你容身之地。那就不劳烦您操心了，我自会打入皇城，亲自找那女帝算账。至于你，先走吧。赵彻，不要冲动，一旦开枪，就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了。你该担心的是朝廷。老葛，动手！是。是谁敢对朝廷动手啊？钦差大人，就是这小子赵彻，小子奉旨抄家，还拒不配合不说，还打伤了小子，那更是扬言要抗旨啊！哦，那你为什么要抗旨啊？大人，我家少爷一直老实本分做生意，从未有过任何不法行为。是朝廷不分缘由便要抄家。这么说，你们都是被冤枉的？还请大人明察。那既然是被冤枉的，这旨自然也就没必要接了。赵彻，我就说朝廷不会不教而诛，之前一定是误会，有这位钦差在，一定会还你清白的。你千万不要冲动。来人，在，那还不赶快把赵家所有人都给我杀了！是。什么？少爷明明是冤枉的，你为什么不秉公执法？秉公执法，本钦差奉旨抄家，本官就是公，尚方宝剑就是斧。一句话，赵家的钱财我要，赵家人的性命我还要。不想接旨啊？那他们就别接旨了。赵策，现在你明白和朝廷的差距了吧？最后再问，这旨接还是不接？来，飞爷，你倒也是识时务，也不枉费小姐对你的百般维护。我还以为你有多硬气，那既然接了旨了，还不赶紧让开，听候发落？上妈！老葛，都他妈给我拿下！是。赵彻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是要造反吗？赵彻，你冷静一点，杀了钦差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听见了没有？我乃朝廷的钦差，跟本官作对，就是跟朝廷作对。你有这个胆量吗？没有余地啊，那就他妈不要余地啊！大言不惭！你可知今日朝廷有100万铁甲整个待战，就凭你想对抗朝廷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你以为我今天放他们走，我们赵家就没事了？你还真给说对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将你和赵家的财产一同押往京城，若有阻挡，格杀勿论。你今天敢对本官动手，已然是犯下了死罪。至于其他人，都是从犯，一个都去押跑。看到没有，这是朝廷铁了心了要跟我作对，100万铁甲又怎么样？要是我不答应，他什么都别想从我这儿拿走。怎么？难道你还真的要带着这些人聚众抗旨，流亡天涯不成啊？你说对了，我确实要带着他们一起，不过不是流亡天涯，而是要打上皇城。打上皇城？你这个乡巴佬，知道皇城的门朝哪开吗？赵彻，你冥顽不灵！来，你不是要带着这些人揭竿而起，打上皇城吗？我今天就给你个机会，我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敢杀我吗？赵彻，冷静一点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怎么，怕了？本官今天本来只是想诛杀个首恶，其他人我倒想可以放走一二，但没想到你这么不识好歹。今天就算是你跪在我的面前服软，我也要将这里的所有人全都给杀喽！赵彻，杀钦差得罪朝廷，你就彻底没有回头路了。哎呀，小子，怕了就不要耽误本钦差的时间，本官今天还有别的事情要。我就杀了，咋地？
死了！赵车，你好大胆，你敢杀钦差！赵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袭杀钦差，这是造反啊！朝廷不会放过你的。我都说过了，你们该担心的是朝廷。赵彻，不管怎么说，钦差被杀非同小可。消息一旦传回京都，百万大军倾轧之下，云州顷刻间便会覆灭。怕什么？那就给他们都杀光不就行了？然后做成土匪劫杀的假象，这样就算朝廷来了也没有办法。小贺姑娘，我发现你真是让人越看越觉得可爱。笑话！你真当朝廷的人都是蠢猪不成？为今之计，只有你束手就擒，带上家产，主动去京都谢罪，并女帝英明神武，求贤若渴，说不定能饶你这一条性命。想让我给女帝去当狗？我告诉你，想都不要想！百万大军能怎么样？他来了，我通通给杀！不识好歹，你就等着被朝廷大军剥皮充饥吧！赵彻，小月说的是实话。就算你有诸多武器傍身，可朝廷大军不是一羽之辈，其中高手不计其数，不是你能与之抗衡的。这样，我家在朝中有些关系，只要你愿意将武器献给女帝，我可以让人作保，解开误会。这样一来，女帝定不会为难你，还可为你赐婚，让你成为皇室宗亲，福佑后代。什么？你想让我跟女帝联姻？没错，只有这样。哦，你想都不要想！别说联姻了，就是女帝亲自过来嫁给我，那都不可能。就她这种昏君，她就不该活在这世上。赵公子，你好勇啊！小意思，什么女帝都没有小何可爱。不如你离开武云雪，跟我吧，来当我首席军师，咱俩联手，天下谁能阻挡？一个将死之人，真是好大的口气！还有高手？血影黄刀，这是天下第二王豹，摄政王麾下第一高手。那到底是第一还是第二啊？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王豹号称武功天下第二，所练功法傲雪寒门，需要靠千年寒冰锤炼肉身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肯定是你刚杀了钦差，摄政王派人杀你，这下看你怎么办！那也没必要来得这么快吧？这一看就是早有预谋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朝廷就根本没打算给我留活路。你等着我的，我杀上紫禁城，我肯定要将这女帝折磨至死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老夫奉命前来，时间紧迫。今日在场诸位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死。你说呢，陛下？没想到居然被你无敌的人认出来了，这一下不好办了。陈老头，说的胖的还喘上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冲你刚才喊我那一声陛下，我非得给你来个死无全尸不可。虽然老夫年迈，但你还骗不了。今日老夫奉摄政王之命诛杀叛党，尔等一个都跑不了。嘿，你竟敢说我是叛党？看见了吗，吴云轩？朝廷他就是这么不分黑白，明明是官逼民反，还好意思说我们是叛党？我告诉你，这天呢早就烂了。住口！给我当着参上了，不是叛党你什么？王大人，请立刻将这些叛逆全部处死。我走。呀，小老头有点动静啊！赵彻，王豹可是天下数一数二的高手，你这些武器虽强，但根本奈何不了他。傻了吧？在高手面前，你这些武器就是烧火棍，根本没有用。现在你还能说自己能够对抗百万大军？行了，别说了，赵彻，一会儿我先稳住他，你赶紧带人逃吧。记住，无论到哪，好好活下去，用你的能力造福百姓。你都给我说感动了，赶紧起来啊！你还不能死，等我宰了这老头，你还得陪我打上皇城，生擒女帝的。还真是不识好歹！堂堂一国之君，连自己的手下都管不了，还想要坐稳江山，可笑！我操！我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！
一个土埋半截子的人了，还敢嘲讽我？来，今天这老头谁也留不住他，耶稣都留不住他，我说的。老耿，来，遗言都说完了吧？都给老夫去死吧！小心！去高手啊！赵彻，天下能人异士多如反己，不要以为自己有点才华就可以小觑天下英雄，更不把朝廷放在眼里。你那些东西还远远不够。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居然有宗师势力，死了实在是可惜。老夫给你一个机会，弃暗投明，在老夫身旁做一个侍女，签下奴契，留你性命。就凭你也配？啪，这么一脚就飞出去了，这不我们国足脚上有劲儿啊！哎，你手里这个是人才啊，这平时肯定没少吃海参，有种小计。快跑！王豹的实力在我之上，我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。赵超，你快跑！走什么走啊？区一个王豹，反手可灭。我现在走了，我不是让朝廷瞧不起我吗？你这些武器已经没用了，留下来指挥田乱。你也瞧不起我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还有秘密武器没用的，找死！我赵彻，你还不走，到底在干什么？要不是你上来钦差，惹来王豹，我们至于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吗？是不是真的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害死才甘心？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，都得死！你装什么装？你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扛住我的神威大炮。来吧，故弄玄虚。这是什么武器？威力居然如此巨大！威力确实不错，但是老夫的寒冰领域坚固，想杀老夫远远不够。糟了，他竟然真的能做到真气领域和自身相结合，不了。赵彻，要是小姐有任何损伤，就是千古罪人。小子，就凭你这些东西还妄想对抗朝廷大事，我看你当真是知道死字是怎么写。叫什么叫？哥，是。少爷。千年寒冰是吧？寒冰真气是吧？会变身是吧？虽然说不太好看，但是老子也会变。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你这寒冰真气冻不冻得住我这高爆燃油喷火枪。这就是你的底牌吗？赵彻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王豹他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你刚才那么大的炮弹都伤害不了他，你现在拿这么小一个破棍有什么用啊？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？不是说东西大它就管用。你别看我这宝贝儿，我这宝贝儿也不小，它不仅不小，它又猛又吃劲。自欺欺人，受死吧！完了，赵公子，这下你害死我们了。少爷，怎么办啊？他不是千年寒冰吗？他今天就是千年寒铁，我也烤化了。说了，这雕虫小技伤不了我分毫。是吗？没用了，领域和自身相结合，王豹已经半只脚踏入了陆地真仙的境界。除非是仙人降世，否则谁也杀不了他。一旦领域蔓延过来，我们所有人都会被瞬间封闭的。赵彻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好久没有人能跟老夫打得这么痛快了。为了表示尊重，老夫决定用最强一招领域入侵——傲雪寒梅，杀死你，也算对你们表示尊重。
地狱入体，我真的要成为陆地真仙了，我们完了！赵彻，看到了朝廷的厉害吧？随便派一个人来，都可以灭你满门。你现在还敢扬言造反吗？啊！你和我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练武功啊？打架靠的是这个。赵彻，小心啊！没事儿，他不天下第2吗？我今天就来个天下第1当的。爹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消息传来？皇上，王豹那可是我悉心培养的高手，从来都没有失误。或许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。大人，云州传来消息，报失败，被女帝等人给杀了。啊！什么？爹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看来本王还是想求了女帝。不过事到如今，也不用担心。娟儿，即刻带着10万大军，以云州叛乱为由，前去镇压反贼，趁机谋杀女帝。是，这就去办。赵彻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王豹的寒冰领域堪称无敌，而且你们入体也是陆地真仙的境界，居然就被你给杀了！你看这你就不懂，这叫学好说话，走遍全天下，高温过后极度冷冻，就算是外星人来了都难碎。来吧，表弟，该你了。别杀我！别杀我呀！别杀！赵公子，不好了！你杀王豹和钦差的消息已经被朝廷知道了，他们派了10万大军来云州平反，若要寸草不留。带队的是摄政王之子，外国大将军宁无权。少爷，他跑了，给我回来！随他们去吧。朝廷已经知道，杀不杀他们已经不重要了。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朝廷的10万大军。赵彻，这下你满意了？朝廷派了10万军马过来，还下了必杀令，云州上下那是寸草不生，这是要把大家都害死啊！那你怕什么？我就这么说，女帝不打算给我留活，那我也没必要怪你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赵彻反了。赵彻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报复？你能杀王豹，那算你厉害。但是现在朝廷派了10万人马过来，你拿什么抵抗？这不等同于找死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少在这跟我婆婆妈妈的啊！我忍你很久了。我说了，我赵彻这个反造定了。你们愿意干干，不愿意干现在就走。你这个人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别说是10万人，他就是100万人，女帝我也干定了。老高，报告。赵彻，你听我说，两军对垒并非儿戏，你个人武力就算再强，如何抵挡军阵冲击啊？赵公子，我们家小姐说的也没错，你想要抵挡朝廷的100万大军，靠你这点武器根本就是不够的，最起码得有自己的军队。就算100万大军站在你面前一动不动让你杀，也足够累死。人不够，人不够，招不就完？你以为这是进京赶考、光宗耀祖？你这是要造反！谁敢客气啊？你还是赶紧带着人跟我离开云州吧。那这样，咱们俩打一赌，如果我能招到兵马，你跟我一起招。大言不惭！你要是能招到5个人，你让我给你端茶倒水都可以。好，我就。但你要是输了，就得乖乖听我的，打消造反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赵彻，你不是要招兵吗？来这儿干什么呀？难不成想在这儿随便抓几个农夫组建你那个造反大军呢？你看着就是了，我家少爷自有办法。赵彻，别闹了，跟我走吧。只要逃出云州，我就有办法帮你解决朝廷围剿的问题。
老少爷们们，我要造反了，有没有一起的？啊！你就是这么招兵的？赵彻，我该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天下百姓闻战变色，若有发现造反而不举报者，那是祸及九族的。你这么公然喊话，就把他们群起而上，将你乱棍打死。懂个屁！好，我不懂，你呀，待会儿别求着我救你。是你要造反？是我，确定？确定。造反了，兄弟们！出来呀！出来呀！造反了！造反了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！看来这场赌约是我赢了。在女帝的治理下，云州百姓安居乐业。听到造反二字，恨不得逃之夭夭，是根本不会跟你造反。哎呀，赵彻，我劝你还是收拾收拾东西，跟我家小姐乖乖回去吧。放心，我呀是不会取消你。别着急呀，让消息再飞呀。再这样等下去，那朝廷的100万大军马上就杀过来了，你想跑就来不及了。难道你又要连累我们，替你对抗100万大军啊？不要造反！给！要造反！给！你要造反吗？我要造反。坏了，小姐，看这些村民的架势，是要找赵公子麻烦了。怪我将云州驻营太子，没想到这里的百姓心系朝廷，嫉恶如仇。事到如今，恐怕只有我暴露身份，才能够救下他。你真的要造反？刚才都是误会，赵彻只是一时糊涂，我打开玩笑的。开什么玩笑？造反就是造反！怎么了？这些乡亲要是抱起发难，赵彻岂不是死定了？诸位，你们听我说呀！什么？你有什么鬼？高哥，你终于决定要造反了！是啊，大哥，这造反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告诉我？不是，你们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们真的要跟着赵彻造反？你懂个球啊！跟着我赵哥造反，这可是亲笔投降的待遇，谁能拒绝亲笔投降的诱惑呢？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是啊。那跟着赵哥造反，就算失败了，那也是族谱单开一页的功德，懂不懂你们？赵哥，您等等啊！哎呀！真帅呀！你小子挺懂事啊，这衣服做的还挺合身。哎，马上啊，封你一个先锋大将军当当。等那个杀入皇城之后，女帝身边的侍女给你了。哎呀，谢谢赵哥。赵彻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些百姓居然都心甘情愿跟着你造反，这可是杀头的罪名。五小姐，你还是不够了解我家少爷。我家少爷成为父上之后，那做的都是造福百姓之事啊。没错，云州虽小，但却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依，幼有所养。少爷的仁义之举早已深得民心，这也是我等一直誓死追随少爷的原因。不是，那你也不能跟着他造反，他们就不怕朝廷问罪啊？哎，记得阅读服书啊！赵哥，不好了！朝廷的10万大军杀过来了，马上就要进村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快？赵彻，谋害钦差，预谋造反，罪无可赦。葛宁世子前来讨伐，还不速速投降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是投降，我可以答应你，只给你砍成8段。赵彻，你别冲动，对面是个足足10万大军，这些村民连战场都没上过，怎么打？要不是我自己用不了那么多武器的话，就这些人我都先屠。你懂什么？光有武器有什么用？打仗不仅要武器好，更要排兵布阵。对面大军个个都是百战之兵，以一敌十，更有铁甲在身。你这群人冲上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你懂个屁！你懂？那数量要是有用的话，还要科技干什么？别说是10万了，那就是100万、1000万，在我这大军面前，那也是土鸡挖狗。这一听，赵彻，
只要你交出5云雪，献上家产，归降我林家，本世子可以答应，既往不咎。怎么样？女帝我都不服，就凭你也配让我投降？老子放肆！给世子不敬！待会儿大军杀过去，我定要亲自砍下这个狗头！我操！上次我都让你走，还他妈敢出现在我面前，你不找死！大胆！当着本世子的面，竟然还敢动手杀人，你简直就是找死！众将听令，全军出击，给我杀光他们，一个不留！赵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只有10万兵马，我们只有智取才能战胜他，你怎么还敢激怒他？这么麻烦，我开火！赵彻，真以为本世子知道你手上那些武器还没有所准备吗？这些就是本世子精心为你准备的金睛护盾，只要他们顶住你的火力，让我10万大军过去，务必要把你碎尸万段。这下可麻烦了，赵彻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就逃出云州了。现在倒好，成瓮中之鳖了。不是你骂谁是鳖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说话要是跟你的身手一样就好了。忘了，本少爷还有秘密武器没用。屁的秘密武器！你那些武器连人家盾牌都过不了，你还在这装什么装？小姐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走！今天除了地府，你们哪儿也去不了。大军听令，是，给我压上去！完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，这下彻底是插翅难逃啊！赵彻，不允许，还不束手就擒！骑你大爷！真他妈以为小爷好欺负了是吧？女帝昏庸无能，今日我等便揭竿起义，建功立业就在今朝。将士们何在？给我看！赵彻，这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装什么装啊？赵大人，我们来帮你了。好秀在此，你叫敌军有来无回。赵彻，你想笑死本世子吗？喊了半天，就叫来了这么几个老弱病残啊！赵彻，我们这是在打仗，你让你让老人家上战场，这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？错，大错特错！你别看他们年龄大，但是每人都有着一颗建功立业的心。我尊重每一份梦想，我替你们感到骄傲。赵彻，你还真是无可救药。就你们这些人，人家敌人还没打过来，恐怕呀都先走一步了。放心，我这云州4大天王在，什么人都不值一提。此战必胜。遗言都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本世子就送你们下地狱啊！给我上！不行，赵彻，他们人太多了，10万大军，而且还针对小猪，我们根本没有胜算。我绝对武力面前人多算个屁！老少爷们们，我操练起来呀！是，全体都有，开火！孙子们，尝尝爷爷们的加特林味道吧！不可能！我的10万大军，周生，你到底用了什么用法？众生平等加特林，一袭3600转，千军万马也挡不住。他说的居然是真的！能统计安天下，武能一枪定乾坤，这才是真男人。撤吧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会全军覆没的。赵彻，本世子与你势不两立。哎，有
不收拾你他妈别跑啊！老少爷们们，跟我一起杀进皇城，生擒女帝！慢点，轿车！云州到皇城一路艰难险阻，我看此事还需从长计。计什么议呀？啊，没看人都跑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人要是贪生怕死，你就自己走，别拖我后腿。你说我贪生怕死？表姐，既然人家看不上我，我们倒不如走算了，何必在这里看他们的脸色？我们倒不如回去看，到底怎么攻上皇城。好，赵彻，等你被朝廷抓住，扒皮抽筋，到时候最好别求我。指不定谁求谁。你老少爷们们，全军出击！雪儿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去云州评判诛杀女帝吗？爹，失败了。啊！我们都小看了赵彻，怪不得武云雪要招揽他，手里的武器无比的恐怖，区区10几人就打得我的10万大军溃不成军。现在可怎么办呢？女帝要是回来了，我们的事情就暴露了，到时候可就完了呀！他废物！幸好我早有准备，不用担心，我已经下令封锁了整个皇城，软禁了所有的皇亲国戚和其他官员。就算他回来，又能拿我怎样？传令下去，召集大楚境内的所有军队，清剿云州。另外，断绝周围其他几州对云州的物资供给，我要让云州寸草不生。最后，在女帝回来的路上，处处设卡，只要她敢出现，用计诛杀。是。这个皇位，我宁无敌祖印。气死我了！该死的赵彻，正好心替他着想，他却跟着翻脸。等朕回去，一定要召集大军，将他连迟处死。没错，等我回去，定要亲自率兵镇压他，看他还敢不敢在我心中。那个陛下，我们可能回不去了。怎么回事？飞鸽传书说，摄政王将所有的皇室宗亲全部都关押起来，只是你的大臣也被关了禁闭。而且皇城内外都被他给控制了，咱们回去的路上层层设防，只要我们出现，可杀无论。他敢！少爷，云州到皇城路途遥远，而且隔着长江，好办呐。是啊，我们的武器虽然厉害，但想要打到皇城，也还需要大量的时间。万一拖得久了，天下群雄起之，我们就要被前后夹击了。长官，哪有那么麻烦？你给我点人马，再给我点武器，咱绕过这些关隘，夜袭皇城。那你要是让人抓了，我可不救你。那按着怎么样？去你给我滚出去！还是别打了，赵哥，你现在就在赵家村登基称帝，到时候就算咱们造反失败了，那以后史书记载你也是假的，真是稳赚不亏呀！这带着他一起滚出去！怕神一样的队伍，不怕猪一样的队友。我这也属于是满朝文武了，没他妈一个顶事儿的。苍天呐，我求求你了，给我赐个人才下来吧！想要人才，你看我行不行？想要人才，你看我行不行？武云雪，你不走了吗？你不欢迎我，那我走了，你自己去面对朝廷的100万大军和各路反王吧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，你脾气怎么那么大？我之前吧，属于太年轻，气有点盛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也看见了，我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你能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记住，你我联手，大事可成。来，你过来。我现在啊。正在为走哪条路发愁呢，你帮我看看，从哪条路进宫比较好？哪条路都不去。你啥意思？小小月，来了！现在都这么卷了吗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照你刚才那么打，明年都打不到皇城。我知道一条小路。
我们从这里一路沿着长江入直隶，破天险，渡过关中，最后直攻飞龙城。只要飞龙城一破，便可直取皇城。这么隐蔽的路都让你发现了，陆平雪，你果然是个人才。陛下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朕也不知道，要不我们回去找赵彻，跟他摊牌，让他帮朕。陛下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不如我们回去假装投诚赵公子，然后利用他的人马攻到皇城去，还可以趁机肃清摄政王的嫡系，一举三得。就这么办。那是当然，没有人比我们小姐更了解皇城了。漂亮！我宣布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武云雪就是我们这儿的兵马大元帅，7日之内直捣皇城，生擒女帝。生擒女帝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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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擒！生擒女帝！看来他对女帝的仇恨丝毫不入于我呀。众将听令，先登城者赏金封侯。是。朕倒是小看了他，随便拉起了一批村民，战力竟如此恐怖。陛下，在你的带领下，我们已经连下17城，摄政王的兵马节节败退。再这样下去，或许7日内我们真的能够攻回皇城。陛下，要是赵公子真的造反成功，你要怎么面对他？朕也不知道。武云雪，武云雪，在这儿呢。哎，怎么样？拿下这飞龙城之后，就只剩下皇城了，马上就能生擒女帝喽！我都已经迫不及待看到这女帝在我的长枪之下看到我。没那么简单，大楚还有一个人比女帝更难对付。摄政王宁无敌，掌握天下兵马，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你看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那就先让这狗皇帝多活几日，先生擒女帝。爹，这飞龙城是皇城最后的关隘，女帝那点兵马根本就打不过来，您还需要亲自过来坐镇吗？哎呀，事关重大，我一定要亲自过来看看，才会放心呐。属于我们宁家的时代，马上就要到来了。想想看，我还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动呢。押送女帝的车队到哪里了？王爷，其实磨磨唧唧干嘛？难道100万大军围剿还能让他跑不成？王爷不好了，云州叛军兵临城下了！什么？滚！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立刻开城投降，要不然给你们通通杀光！我问你，你一共才多少兵马？怎么就到城下了？对呀，前线可是有数10万将士，这败的未免也太快了吧！说，快说！王爷，您有所不知，那赵彻不知是什么情况，如有神助，一路长驱直入，专挑我们的嫡系部队打。如今的宁家军就只剩下飞龙城内这些了，其他的部队更是不敢与其交锋。废物！一帮废物！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乖乖把宁无敌给我交出来啊，就免你们一死。只要过了飞龙城，就能回到皇宫了。沿途之上，
您无敌的羽翼都已经被朕打掉，不足为虑。只是朕到底该不该跟赵彻摊牌呢？文云雪啊，我听说这飞龙城之后就是皇城了，我没看错你啊，你果真是个人才。今天只要是把这宁无敌拿下，生个女帝，那就不足为虑。你就那么恨女帝？废话，坑我银子，抄我家产，逼我造反，害得我舟车劳顿的跑到这儿找他算账，我能不恨他吗？我告诉你，别让我抓着他，抓着他我鞭尸他10000次。对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赵公子，那要是陛下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或者他完全不知情呢？我跟你说，少来这套啊！他能不知道？他坑我那么多的钱，他自己能不知道？他就是装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赵彻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据我的线人来报，宁无敌就在城中，但飞龙城固若金汤，想要攻下，并非易事。固若金汤，少爷，他们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在我的大炮面前就没有什么他妈堡垒。这女帝的头颅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宁无敌，你给我听着，现在赶紧开城投降，要不我可打进去了。陛下，何故造反呀？爹，真的是女帝，怎么办？以赵彻手上的武器，一旦破了城，我们绝不是对手啊！不要自乱阵脚，这飞龙城守军众多，这城墙更是固若金汤，没那么容易攻破的。宁无敌，我告诉你啊，赶紧出城投降，要不我可打进去了啊！陛下，到底何故造反呀？哎，我云雪，该说不说，这大蜀的官员都挺懂事啊。虽然说是敌对关系，但是这一口一个陛下，一口一个陛下给我叫的，我真是不好意思杀他们。哎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人家叫的根本就不是你？云雪，你能不能管管你的手下啊？能不能尊重一下？现在我才是老大。你真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。算了，懒得跟你计较。干什么？这种出风头的事儿，让老大来就行。宁无敌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现在就给你2个选择，你看是你自己出城投降呢，还是说我打进去，然后你再投降？赵彻，你自己傻还以为其他人都傻呀？据城而守，宁无敌会无缘无故投降就怪了。他不投降，我就打到他投降。笑话！飞龙城的城墙仅次于皇城，其厚度达15米，而且在建造的时候，里面就加了无数的金铁石矿，你那个炮就算再厉害，也打不下来的。哼，赵彻想让本王投降，做梦！有本事就自己打进来吧！告诉你，前几日本王刚刚命令工匠把这城墙用特殊材料又加固了一遍。别说是你啊，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也拿着城墙无可奈何。靠，这么硬！赵彻，看到了吧？我爹早就已经发出军令，号集天下人马起兵亲王。只要你们攻不下这飞龙城，就等着大军降临，将你们一举击灭吧！赵彻，这次是我失算了，没想到宁无敌竟然会加固飞龙城的城墙，短时间内我们是攻不下来了，要不暂且撤退，从长计议。拜贤，这老逼灯今天敢瞧不起我，今天就是他这城墙再高再厚，我都必须把他轰下来。赵彻，你省省吧！你那么厉害的炮弹都拿他没办法，你还在这吹牛？等等，你不会是要说你还有什么秘密武器吧？这你都猜着了？够了！赵彻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你到底知不知道15米厚的城墙是什么概念？更何况人家还加了金铁和矿石，连陆地神仙都难毁其一角。你难道真的要让我们被大军围起来送死啊？赵彻，你是现在自己过来投降啊，还是等我方大军到了将你包围，你再投降啊？赵彻，千万不能中了他的激将法，打回皇城有的是机会。
大不了我们绕路就是。不行，我今天要是不活捉宁无敌，等他回去跟女帝报个信儿，他再跑了，我仇怎么报？报仇，报仇！女帝就那么该死吗？你冒着大军合围的危险也要杀她？我必须杀他！我告诉你，那就是不共戴天。好，好，小姐，他不走我们走，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攻下这个城墙的。难不成你还能飞过去啊？飞也不是不可能，但是我今天说要把他轰下来，我就必须把他轰下来。你做梦！赵彻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。喂，贾维斯，在吗？在吗？啊，在吗？在应承啊！什么死不死的？我看你呀是要死了。小姐，这天怎么暗了？难不成是朝廷的援军来了，扬起了沙尘，挡住了太阳？赵彻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是援军到了，不过不是他们。亮个相吧，小宝贝儿。这是鸟吗？赵彻，你该不以为叫几只鸟过来就能够攻下这城墙了？下厨不可语变，哥的手段是你远远想象得到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盔甲也太帅了吧！盔甲？难道给您穿的？我跟你说，这盔甲呀，这什么盔甲？这叫钢铁侠。赵公子，这钢铁侠看着可没有你们研究的武器厉害，可是他会飞，难道这要带着人都飞到里面去啊？飞只不过是他所有能力里最微不足道的一个。我告诉你啊，为了整出这么两个玩意儿来，可是耗费了我全部身家。赵彻，你是不是脑子抽风了？靠这两个破铁甲也想攻下我飞龙城？难道是想要飞进来斩首我呀？啊！本王真是高看你们了，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。赵彻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这飞龙城坚不可摧，那个炮弹都奈何不了他。你现在整这两个破铁壳子，难道你要让他挖过去啊？看来赵少也不过如此。只要他们敢进攻，等他们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我便一鼓作气，一举消灭他们。只要女帝一死，大楚就是我们宁家的信仰。你懂什么？你懂？你知道我费多大劲才把他们两个整出来？我告诉你，别说是城墙了，地球都给你干。笑话！你这两个破铜烂铁，要是能打穿这个飞龙城，你让我给你倒洗脚水都行。哎，妥。钢铁侠启动。赵彻，你是自己难为情，所以派两个傀儡来代替你跟我们投降啊？丢人现眼！投降？我就怕我这投降你接不住啊！哼，笑话！本王纵横四海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？区两个傀儡，只不过故弄玄虚罢了。有种，你放马过来吧！那我可放马了啊！这么厉害！怎么样啊？啊，我马放完了，你接受了吗？怎么可能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难道是天罚？神怎么可能有这么恐怖的破坏力？
快跑，快跑！这怎么可能？此等手段，连鬼神都不及。赵彻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洒水喽。等我今天晚上打入皇宫，坐上龙椅的时候，记得给我倒洗脚水啊！你兼顾诸神的飞龙阵，在这钢铁侠的面前，居然如此不顾自己。赵彻，你究竟还有多少宝？造反我是认真的。这看来以后坚决不能和赵彻为敌，太可怕了。少爷，全家已报，我们随时可以攻入城内。好，传令下去，活捉宁无敌者，老子他妈重重有赏。兄弟们，少爷说了，活捉宁无敌者，重重有赏，随我冲！哎，赵彻，你先停下！不是又怎么的了？你没看到吗？那是鬼谷大旗，鬼谷出山了。鬼谷又是什么玩意儿？鬼谷都不知道，你还吵着要当皇帝啊？你要有病你快点放啊，别耽误我活捉宁无敌。哎，你好，不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鬼谷传承千年，根基深重，有神鬼莫测之能，乃当今诸子百家之首。传闻当今鬼谷子曾受到仙师授法，已然开悟，得了天命，被人称为至圣仙师，门徒遍布天下。啊，然后呢？说鬼谷是当今第一大门徒，鬼谷大旗是鬼谷的门面，所到之处停战止戈，若有不从，天下共诛之。你现在要是带人冲上去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但这鬼谷不是得圣人令云游天下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帮宁家？没想到飞龙城如此轻易就被攻破了。以赵彻手上的武器，还有钢铁侠，这一旦进了城，我们恐怕抵挡不住啊！慌什么？如此水手，尚未可知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我们父子俩要死，也一定要死在冲锋的路上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这位是父王，这位是我鬼谷一派大师兄诸葛谦。我们此次下山是特意奉师父之命，寻找天选圣人。天选圣人？恭迎师尊归来！都起来吧。师父，此番游历可有所得？当年仙师曾给我鬼谷留下3部天书，其中2部本作略有参悟，这第3部却毫无头绪，不得已只好游历诸国。未曾想，还真的被本师解开了，而且还发现了仙师为我鬼谷留下的使命。使命？不错，当年仙师离开之时，曾经对我说过，要开化众生，辅佐圣人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圣人出世的时机已经到了，我鬼谷一脉也是时候该出山认主了。师父，那何人才是天选圣人呢？方法就在这第3部天书当中，为师已经准备好了。就在这封信当中，你先带领众位师弟下山去寻找吧。是。为师刚刚回山，还要沐浴更衣，向仙师请愿，随后便下山去寻找你等。记住，务必要找到天选圣人，一定要保护好他。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爹就是天选圣人？太好了，爹！鬼谷可是天下第一门派，现如今我们有了鬼谷的相助，何须再怕了赵彻？现在下结论还言之过早，还需要测试一番才行。不过普天之下，只有摄政王的势力最大，见识最广。如果连你都解开不了天师留下的谜题，这世上恐怕无人能解。诸葛大师谬赞了，本王能得到你们鬼谷的相助，实在是3生有幸呀。你放心，等剿灭了城外的乱党，
回到京都之后，北王一定封你们鬼谷为大楚国教。不必麻烦，我在进城之前已经在城上竖起了我鬼谷的大旗。那叛党赵彻要是看到了，定会乖乖退兵，下跪受刑。太好了，赵彻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次怎么跟本世子斗。没想到鬼谷居然会选择帮助您无敌，难道我真的不配当皇帝吗？仙人下老子他妈也照红不误，配不配做这龙女，谁他妈说了也不算，只有老子自己说了算。赵彻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你惹大祸了！这反我都造了，我还怕一个民间组织？你知道什么呀？那可是鬼谷大旗，这就是整个鬼谷门派的脸面，这被你一炮轰了。若是惹得鬼谷震怒，别说大楚了，这整个天下都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了。一个民间组织能有这么大本事？赵公子，你有所不知，鬼谷虽然没有军队，但影响力极其庞大，门徒遍地天下。传闻当代鬼谷子受仙人传承，得了3部天书，就在术数一道就能超越古今前辈，被称为至圣仙师。更何况他还有另2本天书，世人根本无法想象到他的恐怖之处。得罪了鬼谷，江山都难以坐稳的。天书还他妈3部？你等会儿，鬼谷子怎么越听越耳熟呢？我操！仙人，你是仙人！仙人在上，小人鬼谷子求道多年，还望仙人赐我真经。我靠，不会是让我砸傻了吧？刚穿越就遇到碰瓷儿的了？不行，我还是想办法溜吧。这个我看你骨骼惊奇啊，我就将这3本天书传授于你，帮你好生参悟，造福众生啊！等时机成熟之时，可下山寻找一位圣女辅佐其成就一番伟业。多谢仙人，鬼谷子领命。我去也！我去你大爷的吧！难道是那老头？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那赵彻此时的脸色了。我鬼谷弟子已悉数下山，他敢不给鬼谷面子，定要他尸骨无存。好，太好了！等剿灭了赵彻，你们鬼谷就是第1功臣。这什么情况？该不会是赵彻打进来了吧？啊！赵彻，您无敌有鬼谷相助，我们必须尽快退兵，不然等大军围剿过来，必死无疑啊！什么都帮鬼谷猫骨的，你要走你自己走啊！你我好不容易打到皇城了，你说这时候让我退兵，不识好歹。小姐，要不我们走吧？待会儿鬼谷出来了，看见我们，以为我们和赵彻是一伙的，哎呀，到时候就惹大麻烦了。一个宁无敌已经够难对付的，再惹上一个鬼谷，我们怕是这辈子都回不去京都了。赵彻，你疯了！鬼谷大旗在此，你还敢开炮？你就不怕天下共诛之吗？我管你什么大旗小旗提子旗的，赶紧出来投降！别等我杀进去，我一口我都不给你留！放肆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要需要与我整个鬼谷为敌吗？我们无意与鬼谷为敌，现在就退兵。赵彻，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，我们先撤退，等鬼谷门徒离开了之后，我们再找宁无敌算账。不是鬼谷很了不起吗？赵彻，我告诉你，这普天之下除了仙师，还没人能凌驾于鬼谷之上，哪怕是当今女帝也不行。识相的，赶紧跪地投降，自惭谢罪。去！是他妈仙人下凡也得吃老子几包！一句话，
要么投降，要么死。说辞，无视我鬼谷！我就无视你了，你能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废话，当心我灭你豆豆，我让你千年传承，付之一区炬。区叛党，也敢大言不惭？真当我鬼谷没有雷霆手段吗？哈哈，赵彻，没想到吧？鬼谷此次倾巢而出，你们插翅难飞了。完了，鬼谷倾巢而出，除非仙人下凡，否则我们都得死。赵彻，都怪你！我是兄弟，此子为我鬼谷大旗，辱我鬼谷之名，还扬言要灭我等道统，你们说该当如何？杀！杀！杀！完了。不是我允许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好歹说咱们也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了。你看看，那怎么还能让一个民间组织给吓成这样？你不嫌丢人，我倒替你丢人。鬼谷号称仙人门派，向来不理世俗纷争，如今公然插手战争，就不怕坏了仙人之名？郭云雪，你懂什么？鬼谷此次倾巢而出，就是应天命，选天选圣人。辅佐其成就帝王之位，而我父王就是他们的第一选择。什么？连鬼谷都认为您无敌是天选之人？难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心思？赵彻、武云雪，我劝你们还是乖乖投降吧。我林家得鬼谷相助，已立于不败之地，这天下必定是我们林家的了。放你娘的狗臭屁！什么他妈狗屁天选之人，老子不认！谁知道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？哎。要不你把他给我叫出来，我当面问问他，我问问他他是怎么瞎的。你放肆！你个叛党，竟敢辱我师尊！哎，诸葛兄，何必动怒呢？既然那赵彻不信，你就让他见识见识，也好堵住这天下悠悠众口，让天下人知晓，我林家才是天命所归。小子，你想受我鬼谷天命手段的考验也不是不行，但如果你答不上来，或者说事实证明你不是天选圣人，你不仅要退兵，还要受到我鬼谷的刑罚，你可敢答应？那我要是做到了怎么办？那你要是做到了，你就是天选圣人。不仅鬼谷要奉其为主，就连我父子也愿意束手就擒，任你处置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赵彻，不要冲动，自以为是，一个乡野村夫，乱臣贼子，还真敢想自己是天选之子，也不怕别人笑对大牙。赵彻，你太冲动了。鬼谷可是有着仙人传承，他们的考验，凡夫俗子怎么可能做到？你这是在自寻死路，懂不懂？待到时机成熟之时，我下山寻找一位圣人辅佐，其成就一番伟业啊！仙人手段，蒙汗未立，冥顽不灵。等你天书考验失败，鬼谷雷霆之怒降下，我看你怎么办！屁的天书，我记得当初交给那老头的是语数外3本中教书，他看不懂的应该是外语吧？天书考验，难不成是让我读课文？赵彻，等鬼谷证明你不是天选圣人，你身后的这些人就会弃你而逃，你的整个基业就都是我的。胡说，我们才不会跟你走。那可由不得你。诸葛兄，快开始！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他们束手无策。哈哈。这两个女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没见过，好漂亮啊！ Do you all like pray? Why do we have to read the children's stories every day? And just like this? I don't know. Whose hails are Lily and Han Mei Mei? And why don't they come out and perform them themselves? 我靠，这老头怎么把这俩活凑在一起的？难不成开挂了吗？现在害怕晚了。我师尊为了解开天书，获悉天命，不远万里周游列国，终于在遥远的海外寻得了能够诵读天书的天使。天使？爹，若是我们能获得天使的认可，别说大楚，这整个天下都是我们的了。没错，正是天使，他们有着诵读天书的能力。谁要是能得到他们的认可，得到他们的恩赐，谁就是天选圣人，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。赵彻，
这下你满意了？在天使面前，那些轻轻一巧，通通都没有用。这下我看你怎么办。赵彻，你若是现在跪下道歉、自裁谢罪的话，没准还能获得天使的原谅；若是还执迷不悟的话，惹得天使众怒，那在场的所有人可都要陪你一起去死了。赵彻，还不快给天使道歉！你信不信？就这2位天使，不但不会怪我，而且还会对我的关错报。赵彻，你敢亵渎天使，就不怕上天震怒，我劈了你们！赵彻，都这时候了，你想什么呢？难道我们几个的性命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一提吗？小姐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他这个人天生反骨，根本就靠不住，我们就不应该相信他的。赵彻，我看你是害怕得失心疯了吧？天使，这可是跟上天沟通的使者，你在人间大逆不道也就罢了，现在是连上天也不敬畏，我看你啊，简直就是罪该万死。赵彻，现在怎么办？不如我们退兵吧。想退兵？晚了！从他炮轰我鬼谷大旗的那一刻，就与我鬼谷结下了死敌。如今更是质疑我鬼谷天命，质疑天书，更是屈死有道。没错，今日他若无法取得天使认可，我等就要将他打杀当场，暴尸3日。哼，自作孽不可活，不允许！你就等着跟赵彻陪葬吧。你们就这么确定我无法得到这所谓的天使的认可？赵彻，你这是在做法吗？弄几个花里胡哨的动作就能够吸引天使的注意了？做法？我看他作死才对。如此近距离的亵渎天使，今日就算我施法了，也保不住他。赵彻，你今天死定了！丢人现眼！Are you one of those people who was blown here by a hurricane? 你们准备好奉我为主了吗？赵彻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难不成你才是真正的天选圣人？不可能！他一个叛党，怎么可能是天选圣人？你说不是就不是啊！天使明明已经认可我家少爷了，你们输了。不对，这根本就不是天使的认可。你们刚刚也都看到了，赵彻用嘴啃了天使一人一口，天使这才激动万分的。所以这根本不是认可，这是愤怒。没错，我说你在那比比划划的做什么？原来是想吸引天使的注意，好供你猥亵。嘿，这猥琐！才不是这样，天使明明很高兴，说明天使很喜欢我们家少爷。没错，天使的使命是诵读天书，教化众生。你想要证明，只有在众人面前接受天书的传承。只要你能够获得天书的内容，我们就认可你是天选圣人，便奉你为主。赵彻，你敢了？Hi, I'm Han Mei Mei. What's your name? My name is Lily. Are you okay? I'm fine, thank you. How are you? I'm fine too. 赵彻，如果领悟不了天书，本王就扒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来祭奠鬼谷的威名。不是，你们真准备用这么小颗的东西来考验我？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个机会，你们换一种死法。大胆！你竟然敢质疑天书内容！师兄，我看不必再等了，他根本答不上来，不如将他就地正法，告慰上仙。赵彻，我再给你3秒钟，如果你还是答不上天使的话，就算你失败，我鬼谷弟子必让你陨落当场。Bitch. Fuck you. Hello everyone. Welcome to 大楚。I'm 赵彻。I'm about to become the new emperor here.
什么？赵彻居然真的能看懂天书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，是口技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口技模仿，他根本不可能看懂天书。That's a beautiful girl. I invite you to dance.好，赵彻，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难不成真的领悟了天书？别听他们吹牛，什么天书啊，那就是一个初中的外语课本。至于这两位，也不是什么天使，这就是别的国家的外国友人，他们就是没见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不可能！这是我师尊从海外寻来的天使，是天书的传播者，怎么可能跟你跳舞？肯定是你用了卑鄙手段欺骗了他。跳舞算什么？你信不信？我如果愿意，他们俩都能跟我回家。少吹牛！老葛，把我之前研究的那些小零食拿过来。是。大爷 ，Two beautiful girl, I have coming back with me. I have lots of chocolate, coffee, and hamburger. Oh my god. Yes, yes. 哎，沟通。怎么样？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两个天使怎么跟赵彻这么熟悉啊？难道赵彻真的是天选圣人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这天书的第3卷，连鬼谷子他老人家都无法参透分毫，他怎么可能无师自通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怎么？难不成你们要反悔一场？我明白了，赵彻，你能掌握天使一族的语言，确实出乎我的意料。但这天书的秘密，你根本就没掌握。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选圣人。什么意思？诸葛兄，请看，这天书字汇肯定是知道有人能够蒙混过关，所以在这最后一页根本就没有标注文字，而是留下的这道天符。刚才那2位天使也没有朗诵这一段，所以连他们都不懂天符。我怎么不记得有什么天符呢？这天符啊，就是为了防备你，你当然看不懂了。赵彻，都死到临头了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我明白了，这才是天书的终极奥秘。真正的天命是不能靠文字，是不能被记载，只能靠天符的。赵彻，你根本就不是天选圣人，亵渎圣女，盗反天罡，还不快跪下受死！确实是我疏忽了，忏悔了我鬼谷的千年大计。赵彻，你罪无可恕。糟了，赵彻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哎，我要是能看懂你们这个天赋，你不会不认账吗？这么着，你把你师傅鬼谷子叫起来，让他给做个见证。赵彻，你放肆！黄口小儿，还敢调侃我师尊？不是，我主要是怕你不认账。眼尖嘴利，这天符连文字都不是，你还敢说自己能够看懂？真以为随便胡诌2句就能骗过我们不成？赵彻，这符号闻所未闻，连天使都看不懂，就算鬼谷子来了，也未必能听澄清。不是正史，我主要是怕他这群不孝子孙继续跟我耍赖。大胆！再三的辱我师尊，今日你要是解不开这天符之谜，我鬼谷众弟子便跟你不死不休。赵彻，就算你侥幸掌握了天使一族的语言，了解他们的习俗和食物，但是天师早已有了防备，特意留下这道天符，就是为了我等能够拆穿你的真实面目。赵彻，你看吧，这就是你自作聪明的下场。人丑啊，就记得多读书。什么他妈天赋，这他妈叫五线谱，这上面的符号就是音乐符号，跟我们的五音宫商角徵羽差不多。你看啊，这个是哆，这个是 re，
这个是咪。哦，连起来就是啦啦啦啦啦啦，配上歌词，那就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怎么着？听不懂啊？听不懂没事。还有中文版，中文版就是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愿赌服输啊！鬼谷弟子们，还不赶快拜见你们的新王？不可能啊！他怎么能解开天书之谜？怎么，堂堂鬼谷大师兄想要反悔不成？反悔又如何？杀了你们，又有何人知？你玩赖，你背信弃义！古往今来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实话告诉你，本王已经暗中调集了30万大军，把你们包围了。只要本王一声令下，你们就会被杀得片甲不留。行，师傅让我们带着天使下山寻找天选圣人，可现在任务没有完成，连师傅费尽心力寻来的天使也被赵彻忽悠走了。带师傅他老人家下山，我们该如何面对啊？你等会儿，不是说能看得懂你们这天书就是天选圣人吗？那怎么着？鬼谷子那老头就教你们的都是出尔反尔呗？放肆！你拐带天使，亵渎世尊，今日若不严惩，天下人该如何看待我鬼谷一脉？说来说去，不还是要干吗？来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一个小小的鬼谷能掀起多大风浪！谁不服我就打到打死，大言不惭！众士兵，动手！住手！拜见师尊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为师让尔等下山寻找天选圣人，王服天下。你们做的怎么样了？遇上点麻烦，不过您放心，弟子马上就能解决。赵彻，鬼谷先生已经到了，你还不赶紧投降？不允许！你们现在大势已去，现在投降还能少吃点苦头。糟了，鬼谷子亲自下山，赵彻，我们彻底没机会了。未必。鬼谷子隐谋正道，算尽天下，麾下门生不计其数。若是他选择帮助宁无敌，小姐，恐怕我们今天都得交代在这儿了。交代？就凭他还不背？老头儿，就是你要带你们鬼谷灭了我呀！赵彻，你敢这么跟我师父说话？赵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仗着胆子上胜仗，连我师父都不放在眼里。你可知道我师父独习2卷天书，攻参天下，连手指都不用动，就能灭你100万大军。赵彻，鬼谷子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，你自己要作死，可别连累我小姐。吴云雪，看到了吗？鬼谷先生已经气得发抖了。此时此刻，9天雷霆都能引下凡间，你就等着给赵彻收尸吧。鬼谷子先生，赵彻他不是有意的，我替他向您道歉。师父，就是这小子，不仅屡次侮辱我鬼谷奚落您，还抢走了您带来的2位天使，就连天书也被他给抢走了。是啊，师父，他就是天下最大的毒瘤，还请师父出手相助，为天下除魔卫道。除魔卫道！怎么着，鬼谷子？我听说你要杀我呀？闭嘴吧，赵彻！鬼谷子可是至圣先师，手段神秘莫测。完了，今天真是被你给害死了！赵彻，死到临头还敢出言嘲讽我师父，真是死有余辜，还不快跪下来忏悔谢罪！跪下忏悔谢罪！弟子鬼谷子叩见先师。师傅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他这个叛军怎么可能会是仙师？住口！你以为为师老糊涂了不成？这位就是当年赐我天书的仙人呐！尔等还不快快拜见仙师！拜见仙师！师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孽畜，还不快快下跪！赵彻竟然就是传说中的仙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多说无益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我成人再说。行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
没想到啊，你还挺能干，就凭着我给你那几本出租天书，竟然发展成民间第一大门派。快走，不枉费本少这一番教导啊！都是先师教导有方。行了，少拍马屁了。怎么样？现在我可以活捉宁无敌了吧？既然是先师要造反，那定是这苍天道啊！弟子愿为先师打头阵。诸位弟子们，为先师生擒宁无敌！生擒宁无敌！生擒宁无敌！完了，爹，鬼谷那边的人都倒向女帝了，这下我们可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会输？爹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征服皇城，有中天的百姓和宗室为之，女帝必定不敢轻举妄动。赵彻，今日之仇，让我来日必报！关门，走！来，你出来，跟我大战300回合。宁无敌已败，我等的机会来了。如今女帝失踪，各路群雄虎视眈眈，一直压在我等头上的宁无敌，他已经败了。此时不反，更待何时啊？可鬼谷那边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如今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。只要我们攻占了皇城，杀了宁无敌，我等皆是乱世的功臣，顺应天命。他鬼谷又能拿我们怎么样？好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杀入皇城！杀入皇城！走！他妈的，可惜了了，让宁无敌的老杂毛给跑了。皇城是宁无敌最后的退路，我们现在有鬼谷相助，宁无敌他逃不了。说的有点道理。传令下去，全军休整，3日之后向着皇城进发。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，天下群雄纷纷起兵，直奔皇城而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么老子让人截胡了？这些卑鄙小人，宁无敌在的时候无一人敢变。我们刚刚打败宁无敌，他们就跳出来了，这分明是想出来摘桃子。坏了，女帝还在皇城里呢。赵公子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难道你想救女帝？我他妈救什么救？我得亲手把她抽进瓦窑。这种事怎么能找人代办呢？天下诸王，狼子野心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。若是让他们抢先进了城，整个皇城怕是要成为人间炼狱啊！赵彻，我们不能再耽搁了。今日大军休整，明日我们就去皇城。休整个屁呀！休整，抢功劳都抢到老子头上来了！全军听令，现在就给我向着皇城方向进发！他妈的！爹，天下群雄已经兵临城下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你造反也就罢了，天下群雄连凑什么热闹？这不把我宁无敌放眼里了吗？爹，天下太平的时候你还能压得住他们，现在我们宁家大势已去，恐怕……怕什么？我们手中还有皇室宗亲，我们用这些人去威胁女帝，让她去对付各路群雄。没错，去，即刻把皇室宗亲押到阵前，只要女帝敢进攻，就当着女帝的面杀了他们。我倒是要看看女帝能有什么办法。是。诸位，宁无敌就龟缩在城内，只要我等杀入皇城，天下都将是我等的囊中之物啊！听说这皇城内美女众多，财宝更是无数。待拿下皇城，老子先劫掠他10日。好，慢着！不是，我说各位，在抢老子功劳之前，是不是得先问问爷爷手里这把 AK 答不答应？赵彻，这天下本就能者得之，凭什么你一句话，我们就要拱手相让啊？赵彻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完全可以达成协议，写入皇城者为王，公平公正。看在你击败令无敌的份上，大不了破城之后，城中的财物先让你抢上一天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城中都是些无辜的百姓，岂能任由你们劫掠？宁无敌虽败，女帝犹存。赵彻，我们合力攻城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赵彻，千万不能答应，他们都是些穷凶极恶之徒，若是让他们进城，势必会生灵涂炭啊！我肯定是不能答应，因为那皇城本来就是我的。赵彻，你我造反，不都是为了这一刻吗？为何不和我们联手？
那当然是因为她是女帝的。妈，你竟然是女帝的人！怪不得你一直跟宁无敌作对，原来你借着造反的名义裹挟百姓，实则早就投靠了女帝。我还以为你赵彻你算是一方豪杰，没想到是女帝的走狗。我去你妈的！你骂谁呢？你他妈是女帝的走狗！我跟女帝不共戴天，谁不知道？别再演了，赵彻，只要你现在杀了女帝，我可代父王答应你，与你罢兵言和，共享这天下。大楚女帝可比那些金银财宝值钱多了。赵彻，你可以不跟我们联手，但是必须交出女帝。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好欺负？我造反，我一路辛辛苦苦打到这儿，就是为了生擒个女帝，我还得给你交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以看不起我的智商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胆量。何须侮辱？既然你说你不是女帝的人，可敢证明这些全部都是女帝的族人，更是皇亲国戚。只要你肯杀了他们，我们就相信。有什么不敢的？现在我就杀了。住手！你干什么？你让开！让我杀了这些前朝余孽，我证明一下我清白。不能杀！除了赵彻，他们这些人全都是视百姓如无物的枭雄，无论谁打进皇城，必定生灵涂炭。尤其是宁无敌，这些年民不聊生都是因为他。现如今看下来，有了鬼谷的认可，赵彻恐怕真比自己更适合当这个帝王。小姐，虽然赵彻平时不靠谱，但接触下来却是难得的行军之相。罢了，如果我的死能换天下太平，也算死得其所。别犹豫了，有什么不能杀的？我今天必须让他们知道我跟女帝不共戴天。不用了，赵彻，他们要的人是我，我就是大楚女帝。你是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很抱歉，瞒了你这么久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。不是武云雪，你是武姓，我不怪你。但是你要是想以这种方式维护这几个前朝余孽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不相信我就是女帝？来，你自己看看，你让他们看看，你从上到下哪有一点女帝的气质？赶紧的，别闹了，让我杀了他们，我好证明一下我的清白。赵公子，我们家陛下真的是当今女帝，货真价实的。你真是女帝啊？赵彻，这么久了，你不会不知道武云雪的身份吧？原来你就是大楚女帝啊！赵彻，赶紧把女帝交出来！赵彻，你看见了吧？女帝一直在欺骗利用我，只要你现在杀了她，我们可共享天下。赵彻，你敢！赵彻，确实是我骗了你，但我从没有想过要害你。你知道的，我跟女帝不共戴天。赵彻，你还跟他废什么话？赶紧杀了他，结束这场闹剧。只要女帝一死，大楚都将群龙无首，天下都是我们说了算了。磨磨唧唧，赵彻，你到底动不动手？你不敢动手，老子帮你一把！够了！这乃九五至尊，岂容你们推搡买卖？赵彻，我可以如你所愿，把大楚交给你，但我希望你答应我，赦免我的族人，从今以后好好造福百姓。赵彻，永别了，希望下辈子我们还有机会再做君臣。我说过的，我跟女帝不共戴天，所以说就是你想死，你也只能死在我手里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赵彻，你抽什么风啊？只要女帝一死，我们便可高枕无忧。你是铁了心要与我等问题吗？都他妈给我闭嘴！老子做事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。他武云雪是我兵马大元帅，所以说能决定他生死的只有我。赵彻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女帝一直在欺骗利用你，事成之后第一个清算的就是你。难道你要心甘情愿被她利用吗？我不管她以前是不是女帝，但是她现在是我对。我说过我要保她一世富贵，我得说到做到。赵彻，你，
我就说嘛，赵公子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杀我们陛下？赵彻，难道你真要为一个女人与全天下为敌？不错，女帝不死，我们还造什么反？赵彻，我劝你乖乖交出女帝，否则就别怪我等不客气了。我要是不能，这可由不得你。诸位，吕帝若是不死，我等便是造反。不如我们先联手杀了女帝和赵彻，事成之后，我父王可与尔等平分天下。一人。糟了，他们已经联手了。陛下，你们快跑！果然殿后。殿什么后？都打到皇城了，还想着跑呢？赵彻，各路群雄已经联合起来了。尹平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现在再不跑，我们就来不及了。你错了，该跑的是他们。赵彻，死到临头了还在虚张声势，真以为你带来的那些人马会是天下群雄的对手？赵公子，小玉说的不错，许天虎乃是前朝将领，麾下将领能征善战，白莲教和天地会暗中发展多年，他们已经具有各据一方的实力了。他们四方联手，我们希望渺茫。赵彻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教不教女帝？他妈教你大爷！要打就打，真他妈当我好欺负呢是吧？哼，就凭你这些老弱病残，也敢跟我等精兵强将叫板吗？虽然之前我们占有优势，可一旦天下群雄交手，我们将腹背受敌，优势当然不足。你怕什么？不是还有鬼谷吗？鬼谷根本不善正面冲击，若是天下群雄联手，我们丝毫没有希望。别急，我自有办法。哈哈，赵彻，难道你还没看清楚局势吗？只要我等一声令下，数10万大军必将尔等灰飞烟灭。哈哈，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！现在投降，我能给你们一条生路。赵彻，你是吃错药了吗？威胁我们？有意思，敢威胁我们的你还是第一个。这世上还没人敢同时威胁我们4人。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杀了他！我倒要看看，等他成为我等阶下囚，嘴还能不能这么硬？我给你们机会，你们是真不中用。动手！动手！兄弟们，上！兄弟们，冲！快快快！兄弟们，把他们2头都给我烧了！哈哈哈！虚张声势啊！今日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救不了你们！走啊！赵彻，这就是和我们父子作对的下场。今天我就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少他妈吓唬老子！难道你还能天降神兵不成？哎呀，猜对了，还真就是天降神兵，不过不是这儿，而是你们老家。怎么回事？快看，着火了！不好，那是我军粮草！我军粮草没东西，粮草全部被烧了。将军，我军后方出现一支部队，突袭我军后方。我军营地被偷袭，营地失守了，请将军尽快支援。这怎么可能？赵彻竟敢偷袭我军后方！赵彻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我亏你还是女帝，这么简单都想不明白。他们进攻蝗虫，肯定是一路急行军，这会导致什么？这会导致他们后方不稳。所以说，进攻皇城之前，我已经让老狗带着4支特种部队，断了他们的后路，烧了他们的粮草，想他妈摘我桃子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。赵公子用兵如神，好帅呀！行了，现在局势已定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是求饶时间。你们谁先来？赵彻，当真要赶尽杀绝吗？赵彻，这些人的实力都可坐镇一方，若是全杀了，到时候大楚各方空虚，
他国趁虚而入，大楚怕是有亡国之危啊！我问你们，服不服？成王败后，少要寡，悉听尊便。小车，少在老子面前摆架子！你不过也就是个反贼头子而已，想让老子臣服，做梦！没错，一个黄毛小子对这天下没有丝毫贡献，也想让我当臣服，不可能！佑克，没看出来呀、多少还有点家国情怀。哼，若不是令武帝苦苦相逼，我等何至于造反啊？你跟他相比也好不到哪去。这天下到你的手中，迟早要生灵涂炭。放肆！谁敢说仙师对大楚毫无帮助？我鬼谷你一个不同意！哼，你只不过是赵彻培养出来愚弄人心的傀儡罢了，装什么蒜呢？有本事，赵彻请灭倭寇，立高丽，封狼居胥啊！这三样，你若能达成一件，别说我们臣服了，叫你爹都行啊！别，我可不想有你这么大的儿子啊！不过，你们怎么觉得你们说的那些我做不到的？这是我这些年来利用仙师所教授的知识，游历各国签下的国书，他们都愿意尊我大楚为主，这算不算是本事啊？这都是真的。当然。怎么样？现在怎么说？我们愿意为将长。别杀我！饶命啊！快说！左飞忠，我就杀了他，武云雪，如果你想保全宗室的性命，现在就杀了赵彻，否则每过一刻钟我便杀一人，直到把他们都杀光。赵彻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凉拌呗。还他妈敢威胁我，你够资格！是不是赵彻竟敢杀本王的儿子？本王一定要亲你皮，吃你肉！爹，我们眼下还是要拖住赵彻，绝不能让他们破城。可是我们城中粮草不足，灾民四起，恐怕他们破城是迟早的事儿。那我们就把所有的灾民赶出城去，让他们耗光赵彻的粮草，我们再趁机派出刺客混入灾民之中，刺杀赵彻和你弟。他们自以为是正义之师，可却不幸他们赶置灾民于不顾。就这么做，我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赵彻，宁无敌已经山穷水尽，眼下正是攻城的大好时期。好，那就传我命令，开始攻城。这什么情况？好像是灾民。该死的宁无敌，他竟然把灾民都赶了出来，他这是要拿他们当挡箭牌啊！陛下，这么多灾民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若是我们放任不管，他们肯定会饿死，甚至还会引起暴乱。宁无敌向来诡计多端，他不可能会无缘无故放这么多灾民出来，这其中怕是有刺客混入。要不我们将他们全部都给驱散了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去。不可，若是我们见死不救，必定遭到天下人的非议，不出一月，人心尽失。赵彻，这些灾民你打算怎么办？小叶说的对啊，要不是我，这些灾民也不会遭受这战乱之苦。我有责任，我得管。可是赵公子，这些灾民里面可能已经混入杀手了，很危险的。不错，而且灾民的数量太多了，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粮食。一旦粮食短缺，必然会引起军队哗变。哎，你们四个，准备造反的时候，粮草准备的充不充足？不好瞅呢，那是相当必须的吗？到你们四个表现的时候了啊！都被你一把火给烧光了呀！现在我们军中也缺粮，烧的可干净了。烧没了，没了，那不也是你们自找的？
我有办法，粮食不够，咱们可以掺沙子呀，这样就可以救助到每个灾民了。绝对不行！哎，好办法，就这么干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那沙子是人吃的吗？你这是在杀人！怎么就叫杀人了呢？行将饿死之人，只要有吃的，别管是沙子了，那都是好东西。好有道理呀、赵公子，你简直就是我的知音。就这么干了啊！传我命令，开仓放粮，1斤粮食掺1斤沙子。爹，如何了？赵彻已经中计，他已经接收了难民，你们的刺客也已经混入其中。好，本王一定要手刃赵彻，亲自为群儿报仇。恐怕没这个机会了。据刺客来报，赵彻准备在赈灾的粮食中掺沙子，说是灾民吃了这些粮食，必定引发暴乱。没想到竟然追到这种地步。也罢，本王就看出好戏，就看他如何作茧自缚，自取灭亡。那好，谢谢啊，没事。谢谢大人。赵彻一意孤行，待会儿灾民吃了这些掺沙子的粮食，一定会暴乱的。陛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乡亲们，大家能有今天，都是因为朝廷奸臣当道，让大家苦不堪言。今天我来，就是上承天应，下应百姓，跟大家一起同甘共苦。来，干了！干！好厉害的手段！赵彻这是打算跟灾民共甘共苦，感化灾民啊！这样一来，就算吃了掺了沙子的粮食，灾民最多也是抱怨，而不是暴乱。是啊，在危难时刻，朝廷第一个舍弃我们。赵大人，我们干了！愣着干什么？喝啊！我有病啊！掺沙子我还喝？赵彻，找死！你装装样子也行啊！待会那些灾民看到你拔出刀，我得杀死了你！粮食里面掺沙子啊，给猪血没这么喂的吧？啊！乡亲们，赵彻王的畜生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我们得感谢赵大人，要不是赵大人，我们早就饿死了。是啊，来人呐，把这几个假装灾民的杀手给我拿下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？是啊，粮食掺沙子，是个人都喝不下去。你怎么知道他们就是杀手？这些杀手太不了解灾民，我不是说过吗？那灾民都饿到什么地步了？有口吃的就不错了，谁还在乎有沙子？哦，原来如此。这样一来，不吃粮食的反而就是杀手。聪明。赵彻，别高兴的太早了。就算我们死了，也会有人替我们报仇的。就是。来了正好，来了我就全都杀。动手。赵彻，虽然现在我们解决掉了一批杀手，但城中源源不断有灾民出来，我们的粮食太少了，就算全部掺了沙子，也撑不过3日。那从明天开始就多掺点沙子，1斤粮食里给它掺3斤沙子，这样就能挺到粮食运过来了。掺那么多沙子，灾民们喝得下去吗？喝不下去就是杀手呗，直接杀了不就完？这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！是我们失算了，没想到这些贱民连掺了沙子的粮食都吃得下去。啊，有了！我听说赵彻女帝会和灾民一起喝赈灾粥，你再派一批杀手混进灾民里面去，找机会杀了他们。是，快去！灾民都到齐了吧？怎么样？安排好了吗？都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全场灾民现场吃赈灾粥，一旦发现喝不下去的人，第一时间将他拿下。赵公子好聪明啊！这样一来，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杀手都给找出来了。
这大白天的，你拿伞做什么？哦，没事，以防万一。喝了这碗粥才能控制这手，这必须给我喝下去。好。你都是沙子，怎么喝呀？这么多沙子，这是人喝的吗？粮食里掺沙子，畜生也不是这么吃的吧？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到底喝不喝？我就说了，掺这么多沙子不行吧？喝下去的只有寥寥数人，难道我们要把这么多人都杀了？畜生！畜生！谁敢吃啊？畜生！谁吃啊？赵彻，你怎么不帮我爹挡挡？不好意思啊，只够挡一个人的。你快想想办法吧！现场这么乱，杀手一定会趁机动手的。老耿，都看清楚了吧？过来，把喝粥的都杀了。你到底是怎么发现我们的？是啊，怎么喝粥的现在成杀手了？你看看这是粥吗？这不他妈就一碗沙子吗？别说是人了，畜生也喝不下去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所以这是反其道而行，掺了这么多沙子，灾民根本就喝不下去，只有强行喝下那些沙子的人才是杀手。哎，聪明。这批杀手虽然说是学聪明了，但是还是不够聪明。既然如此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受死吧你！呀！什么他妈档次，还敢跟我玩拼命？现在城中已经没有后续的灾民了，看来您无敌已经无计可施了。那正好，我们后续的粮草也快到了，趁这段时间好好安抚灾民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进攻。爹，不好了！如何了？我们派出的杀手全都被赵彻清除了，就这份攻城了。什么？前面城内的这些守军恐怕接受不住啊，爹！你即刻北上，请求北毛出兵相助。如果他们能帮我渡过这次难关，我愿意将北境16国全还给他们。正有出发，快去！老大门，给我听着啊，赶紧开城投降，要不我开炮了啊！闭嘴！王爷，照着实力悬殊，我们恐怕抵挡不了多久啊！挡不了也得挡，一定要等到皇上带援兵回来。为今之计，只能让城内剩余百姓一起上城墙，才有可能多争取些时日。我去把他们逼到镇下去。王爷，这合适吗？你懂个屁！赵彻的武器威力无比，只把老百姓推到阵前，他才可能投鼠忌器，从而再不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而我允许啊，如果他杀了自己的子民，亲自一起进士正子，江山道父，除非他不想要这江山。属下这就去办，快去！哎，城门打开了，快点！跪下！允许啊，他们可都是城内的老百姓，你如果不顾及他们的死活，就攻城吧。你无敌，你卑鄙无耻，竟然有百姓当挡箭牌！闭嘴！只有圣者才有资格谈论道德，而你不配。本王身为摄政王，一生忠心耿耿，而你起兵造反，忤逆本王，杀害这些老百姓的凶手是你。你最好想清楚了，如果你不怕遭天下人非议的话，你尽管攻城吧。他们竟然用百姓当挡箭牌，赵彻怎么办啊？赵彻，杀害宁无敌是小，可若你伤害这些百姓，将来这史书上也会被遗臭万年的。成败在此一举，我好不容易才打到皇城，我今天说什么也得打进去。可是宁无敌把全城的百姓都赶了出来，一旦用钢铁侠攻城，最先死的都是这些百姓啊！可是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他把全城的百姓都赶出来，不错，多把百姓解救出来，就算攻下了皇城，也会引起天下民愤啊！那这不属于天助我也了吗？赵公子，你笑什么？难道被吓傻了？你们放心，今天就是我不动用钢铁侠，我也照样能拿下这皇城。想知道现代战争可是连人都看不到的。赵公子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？赵彻，你自信过头了吧？你所倚仗的
不过就是一堆破铜烂铁罢了。没有了那些东西，你以为还真的是本王的对手？告诉你，本王杀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那只能说你们见过的世面太少了。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们，谁让我的出现本身就是来征服你们的呢？赵彻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攻城？赵彻杀害平民，可是要成为千古罪人的。本身嘛，我也怕误伤这些老百姓，但是他把老百姓都给赶出来了，那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赵彻，你真的有办法不伤害百姓？那必须有办法。我告诉你，在我那儿打仗可是连人都看不见，他都不知道谁打的，胡说八道。赵彻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天神啊？无非一兵一卒就能攻破皇城？哎，那你还真就说对了。狂妄之极。那好，既然你不识抬举，我也懒得跟你废话。下面听令，杀！是不是狂妄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出来吧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飞这么高！打！把他打下来！快打！赵彻，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这轻巧的东西居然能飞上天，这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啊！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呀，到底是什么妖法？难道这是天罚？王爷，这赵彻太可怕了，那东西飞得太高，将士们根本就打不到，我军伤亡太惨重了。不可能，本王怎么可能会败？王爷，逃吧，城门一破，赵彻马上就要杀进来了。好，现在整个皇城都被他们包围了，你让本王往哪逃？皇宫，王爷，陛下不是在皇宫偷偷修建了一条暗道？咱们逃到皇宫，就能通过暗道逃出去。对，本王在西凉还有30万大军呢，真的逃出去，顺利回到西凉，那本王也可以卷土重来，再杀了他们。走走。将士们，皇城已破，跟我杀入皇宫，改朝换代，就在今天。宝贝儿。走着，兄弟们，冲啊！陛下，赵氏他们已经杀进宫中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走暗道，绝对比他快。赵彻，我们金銮殿上见。小呢？走。不允许啊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尼无敌，你输了。不，没有输。当年你登基的时候，朝野混乱，七国犯境，是我呕心沥血，扶大厦之于将倾。这个皇位你能做到，凭什么我做不到？朕乃大楚正统皇帝。尼无敌，这些年你作恶多端，铲除异己，祸乱朝纲，蛊惑三军，屠掠百姓，刺杀皇帝。你的罪行一桩桩、一件件罄竹难书，随便一件，朕都可以诛你9族。闭嘴！你没资格定我罪。本王是先帝赐封的摄政王，你这个女娃凭什么定我的罪？就凭这是皇帝。尼无敌，你谋权篡位，坑杀皇帝，证据确凿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我不服！我不服！王爷，快来不及了，赵彻要杀进宫了，他们就3个人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好，本王回到西凉，立刻率30万大军卷土重来。现在，先送你上路，杀了他！杀！杀！混蛋！尼无敌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吗？好玩儿，断我宁家活路！我跟你拼了！呀！
陛下，结束。是啊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您无敌独揽朝政多年，朕终于解决掉了这个心头大患。对了，陛下，还有赵公子，他助您一路杀回皇城，还杀了宁无敌，您打算怎么对他？要不陛下嫁给赵公子吧？赵公子还挺帅的。算了，不想了，替朕更衣。兄弟们，宁无敌就在这大殿之中，给我杀！大胆赵彻，见到朕为何不跪？不是不允许，你搞金毛了啊？我在外边累死累活的，你给我来个捷速先登。注意你跟朕说话的态度。赵公子，快束手就擒。我就这德行，爱咋咋地。反正朕是大楚女帝，你不认都不行。行，没问题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一路上杀过来，就是为了争取女帝。那既然你非得当这女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吧。赵彻，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？那怎么样？还做不做女帝了？哎呀，我其实是跟你开玩笑的。这个女帝什么的，我早就当累了，巴不得早点退位呢。陛下怎么怂的？废话，那么多人拿枪指着你，你不怂？算你识趣。愣着干啥呢？起来呀！哦。站着干嘛？坐下。干什么？坐下。女帝呢，虽然说是做不成了，但是皇后还是可以考虑考虑的。谁要当你皇后？咋的？你不愿意啊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凭什么？